我哋嘅第二部分心理嘅環節，有我同埋 Dr. Pauline。Hello， 你好。Hello， 你好，我係 Dr. Pauline。咁咧，我哋就有時咧，但係喺呢個電視劇上面咧，都有一啲嘅情節咧，就講咧，有啲人咧自己瞓咗覺之後咧，自己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嘢噶。咁其實係咪一個心理方面都有呢一個嘅診斷嘅咧？其實你係咪講緊夢遊？係啊，係咁咧就嗱。夢遊就即係如果 layman 啲講就 sleepwalking 啦，咁但係我哋可以話咧，其實佢係一種當你去到NREM， 即係其實咧係一個深度非快速眼動嘅睡眠狀態嚟嘅。咁通常咧，你知我哋其實睡眠咧係分幾個階段嘅，咁由淺睡去到深睡咧就1、2、3、4個階段，咁夢遊咧就去到第3、第4個階段。呢一種情況咧係你頭先講話係會唔會需要治療？係咪一啲有心理狀況？因為我估咧有啲人咧，即係如果受到即係嗱，我自己朋友就冇嚇。咁但係咧，即係有時你睇電視劇嗰啲，其實都會困擾當事人嘅，因為佢自己其實即係醒咗之後完全唔知道自己發生啲咩。咁但係當然佢有啲就講得比較 extreme 啦，即係睡眠嘅時候夢遊嘅時候殺咗人咁。咁但係就算唔係嘅，你可能就行落街，即係譬如好似香港行落街去 7-Eleven 買杯麵之類咁樣，都其實會困擾當事人，因為實在冇咗個記憶嘛。係屬於係一種睡眠障礙啦。咁睡眠障礙咧係可以用藥物或者可以用心理治療嘅。咁當然我哋都要去知道究竟佢嗰個頭先所謂夢遊嘅嗰個症狀係點，佢發生咩事，同埋好似你咁講係究竟佢係有幾長時間啦，即係佢呢個夢遊。我正想問呢樣嘢，其實係咪大多數嘅患者都唔係話細細個開始已經有呢樣嘢，突然間可能有一啲嘅原因而令到佢發生有夢遊㗎啦？我相信就唔係話你話細細個到而家，可能你已經夢遊咗10幾20年，咁冇理由唔處理啫。咁所以好多時夢遊都係即係如果被發現之後咧，就即係啲人就會處理。咁所以其實嗰個我相信就唔長啩。我就 so far 冇接觸過你話夢遊好多年嘅狀況。係啦。咁但係其實佢係有機會可以處理到佢嘅問題嘅。係啊，有機會可以處理到。咁你見過嘅一啲嘅個案啊，或者你知道嘅一啲嘅個案咧，其實佢係啲乜嘢原因令到佢哋有夢遊咧？嗱，有陣時咧，我哋講話其實其中一個就係個生活嘅壓力啦，即係或者係焦慮啦，因為其實咧去到夢遊咧都係屬於一種即係喺睡眠嘅時候咧係產生呢個咁樣嘅焦慮而出現咗夢遊呢一個咁嘅情況。都幾得意。咁如果你頭先講話係需要去藥物處理咧，係咪都係針對翻？如果佢係好大壓力嘅話，可能就係要用翻啲抗壓力嘅一啲藥物。係啊，因為咧其實如果夢遊通常會用嚟治療嘅藥物咧，都會係一啲譬如 diazepam 啊呢啲，咁係屬於一啲鎮靜劑啊或者係抗焦慮嘅藥物嚟嘅，或者有啲咧佢會用antidepressant， 即係嗰啲抗抑鬱藥咁樣。咁但係有冇話夢遊有冇話年齡層咧？即係會唔會幾多歲會比較多啲啊？定還是唔係嘅？咩嘢年齡層都有可能啊？有咩年齡層都會有可能嘅。不過咧，如果有啲係受過創傷嘅人咧，發生嘅機會會大。而睡眠障礙入邊其中一種係夢遊。咁佢哋喺呢個夢遊嘅時候，其實會做啲乜嘅咧？有冇啲一般話會唔會做啲做開嘅嘢，或者做啲平時唔做嘅嘢會唔會？通常啦，咁你都喺屋企入邊嘅咁樣啦。咁即係譬如你起身，可能你會執嘢啊、煮個麵啊咁樣，即係都會有嘅咁樣。我覺得如果大家嘅時候我冇下，我覺得如果我係夢遊嘅話，可能一係就煮個麵，一係就去咗鏟屎咁樣、貓屎咁樣。係啦，咦？咁呢個即係可能你個潛意識入邊咧，因為夢都係一個潛意識嘅表達嚟噶嘛，就係話哇，真係需要鏟屎咯，可能好乾淨，所以
所以你經常都諗住產咁樣。咁可能都係咁其實咧，通常啲人咧係點樣嘅狀況之下，佢自己先至發現走咗去揾心理治療師或者醫生咧咁樣？通常都係被佢嘅家人發現嘅，因為你自己咧，其實咧你係未必會發現嘅。咁你可能你就產完個屎，跟住就翻上床度瞓覺，係啦，跟住到第二朝早起身，哇！即係點解琴晚有 magic 嘅咁樣？哎呀，我個仔自己去咗產屎啊！咁係真係乖啦，養咗咁耐，咁突然間係你屋企發翻你唔係，你琴晚半夜3走咗出嚟產貓屎咁樣，係啊。咁所以咧，就如果你真係即係發生呢件事喺你自己，通常你自己未必發生啦，即係未必發現啦。你發現喺屋企人有呢啲嘅狀況之下咧，其實咧都係需要話俾佢哋知，咁同埋咧盡早咧就係希望可以佢哋即係攞到一啲適當嘅治療，去幫到佢哋嘅。係啊，因為我都想補充一下咧，其實譬如有睡眠障礙咧，其實咧就會有好多個狀態嘅，就你唔係淨止夢遊嘅，可能你已經出現其他嘅狀態 which is 即係你自己唔知道，所以但凡有呢啲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及早求醫啦，係吓，即係因為有好多原因而引致到佢咁，亦都唔係單一種治療，即係你話我純粹淨係去做心理治療，或者我淨係食藥得唔得咧？其實就我唔建議咁樣樣，我建議係比較 comprehensive， 即係可能你係整體嘅治療。係，尤其是如果係譬如受過創傷嘅，受過創傷好多時都會有陣時會有啲發噩夢嘅情況。其實發噩夢嘅情況咧，除咗做心理治療咧，其實都可以藥物治療嘅，有一啲藥物咧係專係 for 喺即係受創傷之後如果發噩夢好頻繁嘅時候，可以幫助到你。明白。咁大家記住，今日一直話夢遊係都可以去處理嘅。今日就講到呢度，我哋下個禮拜再接續講第二個話題。